南宗的美在法布上艳丽着，在聂娘奶中舒展，在森林里变魔法，在扮演里甜蜜着。让人惊艳的是，南宗的美变化万千，无极限，就像是境内盘根错节的羊肠步道，随便跳上阶梯，拾级而上，居然遇见中港西的源流区，许多吊桥成为另类风情，摇摇晃晃，荡漾心神。随着风儿的方向，香味也许是南庄老街的指标之一，因为居然有龟法烘。有点阴雨的天气里面，来到了龟法烘，满心期待呢，能够遇到好多的桂花树，扑鼻而来应该都是龟法熊，但其实完全不是如此。那么既然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要叫龟法烘呢？原来它有一个浪漫的故事。以前在龟法烘的巷口呢，有一家面店，很多情侣呢就来这边用餐约会，久了龟法烘就成了浪漫的代名词。面店成了约会圣地，龟法烘的浪漫不言可喻。情人的要求可是天上的月亮都得摘下，因此即便没有成林成片的桂花树，淡淡清雅的龟法熊当然也不是缘木求鱼了。Hello， 美女，来邀请一下试下桂花饭卷好吗？龟法。哇，好期待哦！热热的，这热热的先吃，对，热的热热还蛮烫的，好吃，大笼了也很好吃，脆脆的。龟法的味道，小小的，小小的冻后生哎，你吃了吗？很好吃的。我觉得啊，小小的冻后生，但是朗朗的切切，这个。哇，这大一块桂花哎，对，清香的味道，很浓哎，就这样把它吃进去，好过瘾哦，过瘾哦。马萨贡啊，龟法烘某龟法熊嘞，好香哦。南宗山城风光在吊桥上串联成引人入胜的光点，老街上的景物，巷弄里的风情，这已是形而上的一趟旅程。马萨贡龟法烘某龟法熊嘞。